你去 cafe 嗰陣會唔會同服務你嘅人講聲唔該晒？最近網上有個討論成功引起咗我嘅關注，有一個論點係，既然佢係受薪嘅員工，服務我係理所當然，咁我點解仲要同佢講唔該？呢個說法令我諗起成日被人詬病嘅黑面咖啡師。對於佢哋嚟講，佢覺得自己工作只係沖好一杯咖啡，唔需要俾額外嘅笑容。你落錯 order， 我就俾說話你聽；你唔識咩係 flat white， 我就上網笑你。以上種種都係法律上的確冇錯嘅，但如果係咁落去，我哋即將逐漸走向一個失去尊重嘅社會。唔係要去批評其他人，但下次去 cafe 嗰陣，不如試下同個店員講聲唔該晒，或者有機會你喺 cafe 工作，放低杯咖啡嗰陣講聲 enjoy。翻嚟今日嘅沖煮先，上次就用咗 double rooming 嘅沖法，但覺得咖啡可以有更加多嘅水果風味，咁我今日就決定咗用相同嘅水粉比、水溫以及研磨度，但煮水就改為80g、80g、60g，煮水嘅間隔分別係50秒同30秒，沖煮時間都係2分鐘。我調整嘅邏輯係增加第一段水嘅注水量，從而帶出更加多酸物質，而因為擔心咖啡唔夠濃，所以亦同時增加咗注水嘅間隔時間，希望可以為咖啡補充翻基本嘅甜度以及口感。飲落都係覺得好順滑嘅。咖啡高溫時有布冧杏桃嘅甜度，低溫時有櫻桃有餐餐，但 finish 就相當薄弱，甚至乎感受到明顯嘅水感。我應該會再 tune 下個 recipe， 留言話俾我知，如果係你嘅話，你會點 tune 啦？